而喺今朝早，終審法院傳召咗4名證人作證，包括歐文龍嘅前法律顧問以及星際集團嘅項目建設副總裁。楊雪蓮報導。第一個證人馮美蓮係歐文龍嘅前法律顧問，起訴書裏面提過兩人嘅關係唔尋常，而廉署喺馮美蓮屋企搜證嘅時候，發現總值29萬嘅飾物。馮美蓮作證時承認呢一啲物品係歐文龍送㗎。一般過時過節或者係同事生日，歐文龍都會送禮物俾大家。佢話同歐文龍除咗係前上司下屬嘅關係之外，亦都係朋友。曾經為歐文龍跟進蘆苑一個單位嘅裝修工程，並且為佢買出差用嘅皮篋。不過佢並唔知道有關歐文龍開設私人公司嘅事。喺92至到04年期間，任職公務局城市規劃廳嘅鄭冠偉話，擔任廳長期間，有審批過氹仔 PO5 地段更改土地用途嘅申請。佢話除咗新口岸之外，澳門各區都係冇法律限制樓宇高度，只係透過公務局內部行政指引作為限制。不過有關嘅指引係可以更改，只要公務局批准計劃以及申請人有充分嘅理據就可以。佢話喺審批 PO5 地段更改用途嘅項目時，係冇間接或者直接受到上級嘅干預而作出建議。另外，負責星際酒店工程審批嘅職員林偉明作證時指出，冇收到歐文龍嘅推薦而選擇新明輝公司做承建商。佢強調星際酒店嘅建築結構係冇傾斜。澳門電視